悉達多太子釋迦牟尼佛出家與成道的歷程，是佛教核心精神破除無明、解脫生死的起源。這段歷史不僅僅是一個宗教故事，更是一場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深刻探索。悉達多太子本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皇位繼承人，享受住極致的榮華富貴。然而，他在一次次微服出巡中，生命軌跡徹底改變。東門現老，目睹衰老者的籠中老態，體會到青春與力量的短暫；南門見病，目睹病患受病苦折磨，體會到肉體脆弱與痛苦的不可控；西門見死，目睹送葬隊伍與冰冷屍體，意識到生命最終皆歸於毀滅；北門見僧，遇見一位神態安詳、修持道業的沙門，找到了解脫生老病死的希望與方向。6年苦行，他曾於雪山每日僅食一麻一麥，導致形體枯槁，最終發現極端苦行並非解脫之道，放棄苦行，他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養，恢復體力，並移至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枯草靜坐，降服魔君。在禪定中，他以堅定的慈悲與智慧，降服了魔王波旬所幻化的美色誘惑與暴力威脅。夜睹明星，在35歲那年的12月初8黎明，太子徹悟宇宙人生真相，四聖諦、緣起法、證得無上正等正覺，被世人尊稱為佛陀。佛陀的成道向世人證明，人人皆有佛性。透過正確認知世界與心靈修持，每個人都能破除煩惱，超越生死的束縛。下次再分享更多佛陀成道後初轉法輪、度化眾生的故事。可以上美之店網頁看看有沒有緣分飾物，多謝收看。